弟兄姐妹大家平安。接续昨天上帝要约伯回答他的问题，在这个时候告一个段落。约伯他听见上帝要他回答他所问的问题，他立刻降服在上帝的面前，表达：上帝啊，我是无知的，我不敢再说话了。上帝继续的向约伯来说话。在这一段经文当中，他挑战约伯，要约伯也来回应他是不是公义的问题。上帝挑战约伯，约伯能够胜过一切邪恶的势力吗？约伯能够将这些邪恶的力量推向死亡吗？约伯能够吗？当他提完这个问题之后，他继续讲到，如同在当时邪恶的力量在动物的代表就是古代的巨兽河马。他强调这样的一个巨兽在当时似乎是没有天敌的，他们破坏力极强，也非常的有能力他可以出入各样他想要去的地方，他能够在荆棘的丛林下，它可以在泥沼的芦苇间，它可以在溪边的柳树，它可以在河口泛滥时不慌张，它可以在这个约旦河水要涨到口边了，表示在各样的灾难中，它也都不怕。而这样子的一个力量，谁能够蒙住他的眼睛捕捉它呢？约伯能够吗？而这样的一个巨兽，它会降服在约伯的脚下吗？然后上帝又继续举另外一个例子，也就是古代的海兽。古代的那种海兽指的是鳄鱼，他形容这些鳄鱼被创造的这些细节，它的皮呀、它的鼻孔啊，它打喷嚏啊，然后它刀剑没有办法伤害它，它看一切的这些海中的其他的这些动物都很藐视它们，因为它非常的有力量。古代透过这两种巨兽在代表一件事，就是邪恶的力量。上帝描述这两种动物，让约伯知道，邪恶它固然存在于世上，但它不过也只是降服在上帝脚下的受造物而已。所以当约伯正在苦难当中，好像就在面对这些邪恶的力量，上帝一方面要表达他自己就是创造主，他胜过这些邪恶的力量，一方面也表达他掌权约伯的生命。即使约伯在这样的患难、苦难、罪恶、邪恶的里面，上帝仍然掌权在他的生命里。在新的一天开始，可能我们今天要面对到许多新的挑战，或许你就活在这个有罪恶、有邪恶的地方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只是受造物，而上帝才是那个创造的主。愿上帝赐福大家，在今天透过在家会主得着力量。